这个梅仔当咧采收，南投仁爱乡农会到这个小学来举办着食农教育的课程，希望囡仔看到做梅仔的过程，会当体会到时大做农的辛苦。老师带动气氛，南方各小学生和你体验制作册梅，场面活泼佮热烈。仁爱乡虽然是出产梅仔的所在，不过这个囡仔煞真罕有这个机会，家己制作册梅。那梅子是怎么做？不知道。仁爱乡农会今年梅仔节活动，除了举办一般民众和游客来做梅仔体验，嘛头一摆伫咧学校内底举办，互部落的囡仔透过做梅仔，愈了解家己故乡的农产品。做这一桶梅子有没有很有成就感？有，因为之前没做过。头一摆做梅仔，学生仔虽然感觉真趣味，不过过程嘛真辛苦。农会和学校拢讲，希望互这个囡仔动手家己做，才会当知影原来无这么简单。嘛，可以当很努定小食物的重要性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